圓滿種姓中受生之理。阿底峽尊者嘅誕生地位於東印度薩霍爾境內嘅邦加拉城。呢個城市好大，大約有35000名居民，周遭居民達10萬戶。皇宮名金床，具有13層金頂同埋25000座嘅金床，係個財富眾多、權勢強大嘅王國。國王名叫做善吉祥，皇后名叫做吉祥光。阿底峽係佢哋嘅幼子，誕生嘅時候伴有眾多稀有嘅徵兆。其生獲得功德之理。尊者誕生後滿18個月時候，父母帶佢前往附近皮扎馬拉城入邊嘅寺院。一路上，全城嘅百姓爭相瞻仰小王子嘅風采。王子睇到人山人海嘅場面，就問父母話啦：呢啲人係邊個啊？父母就答啦：佢哋係你嘅臣民。王子便以大悲心呢睇住佢哋。最稀奇嘅就係佢仲用悅耳嘅聲音講啦：願此等眾悉如我，常生皇家父母言，國政權勢福德盛，皆為正法所長養。抵達寺院之後，父母等其他人均發願今生長壽冇病，受用圓滿，後世不墮惡趣，生於善趣等等。呢位王子又發願啦：我得暇滿人身王，諸根無見三寶，常敬頂戴三寶尊，今後請作皈依處，願終不為家法榜，處僧伽中獲發財，遠離我慢共三寶，悲心觀照諸有情。尊者誕生為王子後滿18個月，就能講出皈依同發生咁樣嘅說話啦。淨係咁樣就足以令人對佢生起極大嘅信心。隨住年齡嘅增長，王子逐漸成為一位智者。如加當寶籍中所講啦，王子3歲時善力算自升，年甫6歲時能辨內外道。知道點樣分辨內外道嘅差別係件好困難嘅事。尊者自己曾經都講過，喺印度只有我、那若巴同埋辛底巴3個人知道分辨內外道嘅差別。而家那若巴已經去世，我嚟到西藏，所以目前印度嘅情勢係好艱險嘅。尊者喺6歲嘅時候就能分辨內外道嘅差別，表明從嗰陣時開始，佢已經係個極為善巧嘅智者。王子11歲嘅時候，好多有望成為王妃嘅王女，用唱歌、跳舞等各種方法，試圖喚起王子貪慾，但係咁樣反而增強咗王子嘅厭離心。另外，度母亦都化作一名甜色童女前嚟勸請：莫貪莫貪有緣者，如像沉溺為路堂，勇士若溺欲泥中，清淨戒衣豈不為？第一個莫貪係指莫貪現世，第二個莫貪係指莫貪輪迴。就如同大象沉溺一樣，身軀龐大嘅動物要比其他動物更難從淤泥中拔出。由此比喻睇嚟，勇士若溺亦都係說明，如果普通人作惡，
除咗佢自己之外，對聖教同埋眾生唔會有好大嘅損害。但係如果大活佛嘅行為有所閃失，咁將會導致整個地區聖教嘅衰敗。相對地，如果大活佛凡事都能夠如理而行，亦都將整個地區嘅聖教得以弘揚。所以對你哋呢啲大活佛嚟講，具備智、專、賢三德同埋守護金丹派清淨見修係好重要嘅。呢啲係別意。而家跟住講阿底沙嘅故仔。小王子好高興咁樣同上述勸請咗作答。不久，佢身披戒裝，由130名騎士陪同外出巡遊。表面上呢係遊山，實際上呢係尋訪上師，作善巧方便之行。佢遇到住山嘅聖地婆羅門，婆羅門授意皈依發心，並告知應往那蘭陀寺尋訪其無始生中嘅師長菩提現。然後佢又遇到咗菩提現上師，共賞珍寶，令上師歡喜。上師入三摩地加持王子身如意三滿，授予好多發心教誡，又遣送王子到其前身之師阿都帝巴處。王子同上師會面嘅時候，上師話：今日返到你嘅王國去啦，觀察咗家室嘅過患之後再返嚟。王子嘅父母睇到王子返到屋企十分高興，就問啦：月壯，你到底去咗邊啊？行得唔攰嗎？心入邊冇煩厭嗎？你能夠返嚟真係太好啦。王子回答話：往求能人歸依師，遍訪山中阿難若，所至皆見輪迴過，所以亦說輪迴失。任作何事心不快，願許出離求正法。父母話俾佢聽：你雖然意莫輪迴，但仍然可以主持國政，供養三寶，惠施貧窮，建立伽藍，迎請僧眾。咁樣做亦都能夠讓一切人眾獲得安樂。王子就答啦：我長時間觀察輪迴，已經冇絲毫貪戀國政之念。對我嚟講，金殿同牢獄無異，妃子同埋魔女無異，山田飲食同埋狗血龍肉無異，寶飾錦衣同埋垃圾堆中嘅毛氈冇絲毫嘅區別。所以我要去密林中收集禪定。今日我準備帶一啲肉、奶、蜂蜜同埋糖，返到至尊阿都帝巴前邊，跟住又唱咗一首歌，雙親亦都只好由他返去啦。王子隨後帶埋1000名騎士返森林，頂禮於阿都帝巴足下。上師為佢作發心大成灌頂，並話去黑山只見吉祥羅姑羅，佢亦都係你前世嘅上師。王子隨後去見羅姑羅上師，當時上師正喺度宣說密續，遙見王子，知其為求法而嚟，為咗使眾人生起敬畏，便向王子身上降下一道霹靂。嗰道霹靂轉移落到外道嘅黑塔山上。上師嘅瑜伽師弟子睇到咁嘅情況，就問上師：來者係邊個啊？上師就答啦：此人於552世前生中，一直都係大班智達身，而家係龐加拉法王善吉祥之子，但係佢唔貪戀皇位而前嚟求善行。大家都感到可貴，忙從座位上站起嚟迎請。啱啱見面，王子就請求啦：上
上師正是請全念，須欲離家修解脫，然因種性高貴故，終遭繫綁拉。須依聖敵菩提言，都帝巴明道捐，諸得悉地之上師，現猶未能離王位。今日受教至師前，請賜大乘發心觀，決定解脫此繫綁。